Hello， 各位好，我係 Lemmy。未睇影片之前，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下我嘅 YouTube 頻道，訂閱、按讚同埋分享。嚟緊一有筍盤，即刻送上，多謝晒大家。大門口一入嚟咧，呢個係770尺浩日30號 A 室3房套加工人套。咁隔離呢邊位置嚟講呢就工人套房啦。咁呢度咧就擺咗洗衣機，咁啊可以令到廚房嘅空間咧更加闊落。咁啊電掣，咁其實呢度足夠咧目測有6尺到嘅，咁啊絕對夠工人瞓嘅。咁呢個位置嚟講咧，可以整一啲鞋櫃啦，到頂又好，或者中空可以儲物。咁啊跟住廚房位置，咁廚房嚟講咧都係有晒所有嘅配置㗎啦，西門子啊，咁同埋因為佢洗衣機擺咗喺另外嗰度咧，咁所以佢個空間感咧就闊落啲嘅，有好多收納嘅空間。咁加上咧就廚房嘅 L 曲斜窗，咁亦都感覺光猛嘅，可能係咁啊西門子嘅啦，咁啊雪櫃啦，咁啊跟住再去翻大廳，咁啊樓體夠高，望翻個景觀咧就見到體育園、主場館，放煙花會望到嘅藍天白雲啦，咁啊跟住咧就飯廳，跟住咧就客廳，咁再去翻走廊呢一邊咧，因為佢有一間房向呢一邊啊，所以嚟講咧走廊都比較細啲嘅，少啲嘅，咁啊個即係實用啊可能會高翻少少啦。咁啊客設嚟講咧，佢個配置都係有個對比嘅效果啦，灰色紋嘅石再加白色，咁啊同埋呢度佢嗰個收納嘅空間都係有齊晒啦，呢度可以擺紙巾啊，入邊有電掣啊，入邊亦都有鏡，咁可以方便整理翻個儀容啦。咁跟住咧，另外呢一邊咧就呢一度咧就會係有一間客房啦，望翻後邊嘅，咁啊有對流嘅效果啦，整間屋。咁下邊咧就會望到自己屋苑嘅泳池。咁跟住咧就房間目測嚟講咧係有2米多乘2米幾嘅，應該就絕對寬敞嘅呢度就咁啊跟住另外一間房咧就向翻前邊，咁嚟講咧面積差唔多，都可以望翻藍天白雲、體育園主場館。咁跟住咧，我哋再行翻呢度咧就主人房，主人房又會比較闊落啲。呢度嘅位置嚟講咧，可以做衣櫃啊。咁跟住咧，呢度可以擺雙人床、3邊落床，絕對冇問題。景觀嚟講咧，都係好開揚嘅，藍天白雲，望到體育園啦。咁所以嚟講咧，就因為始終都係市中心啦咁啊行翻去呢邊係吉福花園啦，九龍灣站啊。咁另外咧就廁所咧就比較用翻有少少灰黑色嘅石材，再加白色嘅襯托，咁嚟講咧就有對流窗啦，呢度呢個套設，咁大家睇到咁走廊咧佢都整咗啲呢啲特色牆，感覺嚟講咧幾靚，即係呢度就比較特別啲嘅設計。咁多謝晒大家參觀。